在我的身旁，为什么我却感到无助彷徨？你笑着要我别再沮丧，少了你，人生更要勇敢坚强。为我写下动人诗句，在这温柔的告别时刻，漫长的无光岁月里，这将是我仅有的快乐。声音是黑，希望是黑，谁都无法阻止我顽强跟着你飞，唱着你爱听的歌。宿舍是黑，未来是黑，就算空气让我们变成一片白色，我也会记得你手心的温热。备，好来，5、4、3、2。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高一峰。今天228少了一个之后，这个节目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八堵的车站事件。当时发生了一个228的一个残杀跟逮捕的事件。大家来思考一下，在71年前，八堵车站可能完全没有现在像捷运或高铁或台铁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多监视录影器的一个时代。于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71年前的监视画面，可以快速的透过影片看到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今天试着用影像的方式来还原71年前在八堵车站发生的228事件。
歉，这些跟那一天的事件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几个人前几天搞我们的兵啊，通通抓去枪毙。开玩笑，抱歉，这些人跟那一天都没有关系。把你把人交出来啊！交出来！那一天值班的人找不到，我不管，统统都带回去。不然这样好了，我站长跟你们一起去好了。统统带人，走，走，带你走，走，没关系呀。走。也係第70年前曾經發生喺八堵火車頭嘅歷史。為講嘅本質，會因為事件嘅過去變少麼？重現也從大家都想唔到嘅歷史，但都希望尋得到答案。頭拄安尼看到有啥物感覺？哦，又看到安尼，啊，佮你看老下老弟，足恐怖的呢。哦，足呀，足。你出事啊？我了袂出事。哦，是啊啦，还会笑的，还会笑。被吓到那一瞬间会脑袋完全空白，很残忍，就是进来一句话都没有说就直接开枪先杀了。然后我刚刚真的被吓一大跳，到现在还在觉得很可怕。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对，因为真的很恐怖啊。就是很难过啦，对啊，因为那个环境嘛，大环境，对。蛮惊讶的，就是怎么会有这种突发事件？来得很突然，连害怕的机会都没有。对，因为一看到之后，连想要说你要干嘛的机会都没有，他就直接开枪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种场面第一次看，可是我真的快哭出来。就一种惊吓感觉，怎么会突然间有人跑进来，然后开枪？很残忍。很残忍。讲不出，还是搞不清楚状况。对，其实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因为老公是台湾人，所以嫁过来，所以其实对228事件就更不了解。我刚刚有上网 Google 一下那个228是到底发生什么。八堵228不清楚，但知道有这个台湾有经历过这样228事件的事情。以前可能比较没有机会沟通，因为语言跟文化不一样，是觉得蛮沉重的啦。就是这种事情如果是真实事件的话，然后刚刚我们也重演了一次，那我相信看到的家属他们应该也是感同身受啊。那也希望就是这样的事情以后都永远都不要再发生。其实我个人心里面是非常沉重的，因为我相信他们这些爷爷奶奶的，看到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想起当年他的可能父子辈或是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感觉说自己的爷爷在那个当下就这样子被人家就好像就是就在这当下就这样被人家打死了这样子，替爸爸他们就是感觉说，难怪他会难过了一辈子这样子。感觉讲吼，拄到迄个国军吼，较无遐凶，较早是真凶。那个阿兵哥就是拿那个长枪啊，对着我们2个小孩啊，你赶快回去，不然要射我们。这个话袂通，你就这样讲，要伊穿起来蹦蹦啊，你讲，还在讲，你就讲。这老爸上班不明不白，安尼全失踪全无。阮细汉嘛也唔知影讲老爸死啊遮严重，为倒去嘛唔知影，一天等过一天，一天等过一天，结果等几10年嘛是无转来，嘛是还搁当作去上班。你们也有发生过类似像6·4天安门？那个也有，但是其实就是可能那边对这个事件也是会就是不会如实报道，所以如果知道的话，可能是通过国外的网站啊一些可能才会知道。觉得还好，现在没有就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对，至少大家会愿意沟通，不会完全就是武力去解决事情。一个时代这样走过来，然后感觉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走到的民主，是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哋見到嘅相，歷史留現代安樣嘅對話。身為影像工作者，也係我哋做得提供嘅方式。不過也完全冇佢哋嘅體驗，要提供伊哋對話嘅機會麼？答案定唔到嘅情感條度。刚刚各位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在现在的八堵冲站，试着去重现当时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想在影片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无预警的尝试，
当然，整个拍片的过程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安排的，其实我们已经跟台铁做了申请，也得到铁路公司的一个支持，就是我们也安排了非常多的医护组还有安全小组在周边尽可能的维持可能不小心所造成的意外，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无外乎就是希望能够聆听到刚刚在影片当中大家看到的这些现场不知道的人，他们最真实的反应是什么。我想今天很重要的我们邀请到了几位年轻人来到现场，我想先请第一位来介绍。大家好，我是诗涵。第二位是大家好，我是志远。志远，好。大家好，我叫子豪。子豪，大家好，我叫文轩。好，文轩，先提问一下，因为当时我在影片里面看到你，所以你在现场这样，所以你在那个现场的那个有想过它是什么事件吗？就觉得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就是觉得其实是害怕的。害怕的。对。假设这个枪口不是指着这些已经预先安排好的受难者，而是指着子豪，你当下会是什么心情？害怕，然后就是不敢走动了，我当下觉得很莫名其妙，对，因为他们是直接毫无预警就直接先开枪就直接先杀人，他们连要开口的时候都还来不及说任何话，然后就当场被枪杀。71年前228的现场，所有像你这样子在八堵车站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被预先告知说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当时的现场。但当时其实是无法的，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看到真相的。所以我接着再就是问一下那个志远，就是从一个第一次观看这样子影片的年轻人的角度来思考，你自己觉得你跟228的距离有多远？对我这个世代的孩子来说，可能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这种惨无人道的这样的事件。比方说，你讲土耳其跟库德族，其实一直会有类似的事件在上演，所以你说要离我远吗？好像也没那么远。可能我运气还不错，我活到这个岁数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即便是71年后的现在，在世界各地还是继续在发生，所以我们好像很难去避免某一天突然之间又发生在各位的身上。我想接下来问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问题，我先做一个快问快答。大家听到228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历史。历史。文轩，跟我们以前所学到的历史有点怎么讲？有点衔接不上。接不上。那志远呢？228。我想应该是很疑惑。子豪呢？228。像历史课本这样讲，但是就感觉又不像。你相信当时发生过这个事吗？相信。你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也相信。你们会想要去了解还活下来的人吗？228的遗嘱。会啊。为什么？毕竟这些是台湾以前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故事，对吧？所以我会想要去了解。这个事情是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的，那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存活下来，所以我会想要去了解他们亲身经历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对。我觉得他应该要展示是更大的价值。那我觉得透过受难者的经验，我们才能真正还原事件。我们现在不可能透过媒体不可能还原那个事件，真正还原了这个事件的话，也许我们才能原谅，我们才能知道说这个事情下一步应该真的要怎么办。其实志远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才能原谅。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我们无法透过示威去看到全貌。但是我认为隐隐约约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第一个我们先看的这个模拟的影片，再透过这4位在现场的年轻人，我隐隐约约感觉就是228可能我们会出现一个新的沟通模式，跟这些当代的年轻人。我们接下来继续往前看，
继续往228八堵事件来思考，这个事件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八堵爆炸头事件，因为1947年2月28日，基隆要塞司令部撤属澳大炮台嘅福隆海防苏皮区嘅军人，坐火車我去基隆要塞司令部梁實良，鐵水房殺同民眾嚴家，都係八堵和上大比賽。爆炸頭鴉片唔係搞出針眼，要塞司令史分熙嘅出嚟施國華帶定阿兵哥。第1947年3月10日，中日八堵爆炸頭，先衝殺，過出殺嘅針眼，背面還帶走水嘅針眼，唔過冇一殺到進來。沒冇人有記到嘅消息。事件講到咗來日本數嘅家下嘅台鐵，員工單單都係行人，對3日爆炸頭嘅前站長講法中，做嚟了解事發原因。台鐵地巴有1度客家人，總人大概有6-7成以上，講怕嘅就係因為客家人較苦耐咯。唔過，前蘇南為出家下。殺對蘇南仔李丹秀家來嘅李文慶老先生嘅談到莫中用嘅講法。上作啥？你即個後邊即片攏是，咁個範圍啦，對即個所在，吼，差落街啊，紅樹啊遐吼，即站長一個人嘅宿舍。照李文慶先生嘅講法，了解到幾樣是台鐵管理基層人員嘅業績係茫茫嘅。我有也兩種冇相同嘅講法，做得對一份論文看出來。戰後台鐵日本式嘅員工有5393轉去日本，代替嘅係技術人員同管理人員。日本所謂嘅高薪職缺，戰後就揾台灣式嘅員工補上來。講咗來八堵228事件，也係幾樣是台鐵史上最多人嘅慘案。唔過，雖然蘇南仔案多。前面都為出嘅過程，殺都唔順利。小戴，他有打電話給我了，我有跟他說，我都說你要來，反正可以。那我不想放電視，我現在還不舒服。好，我會轉達。你可不可以給我個明確的時間？禮拜4早上。禮拜4不可能啊，他在洗腎呢。一定無聽無錯嘅想法，啲藝到老蘇南為出聯絡嘅過程中會見出現。講嘅按多年，大家唔想再個講頭白嘅事情。衝突嘅日，蘇南仔曾經去夾拉嘢陳鐵雄會議。啊，伊陣臥底遐有帶一個病仔呀，那就是回去袂通啊，遐小種啊，伊認為車開嘛，過兩日就去臥底遐鬧人啦，鬧病仔來，要找這八堵火車站才是。阿爸咪係蘇南仔嘅黃吉寶先生，提供嘅阿爸黃貴良本人作做嘅另外一團會議。啊，這邊啊，這一直開啊，過到車站，無分你青紅皂白，就開始掠人啊，一個了。1947年2月28日，為上大嘅原因，財青報告係按呢寫嘅。不過蘇南仔駐村縣嘅第3個老太朱秋金老先生受到衝突。其實係日從19累積嘅結果。日本事件發生時吼，國民黨來台灣哦，買物件無照規矩，但哦，強姦查某、搶劫、害死人，攏國民黨攏扁啊，安尼嘛。財青報告嘅記錄，老朱秋金嘅講法無中用，因為安尼，我哋要向副站長蘇水木嘅拉嘢蘇豐富，揾到係另外一種講法。喺來台灣，阮學生囡仔都要排隊嚟去個迎接咧。即你看見來出來，穿草鞋啦，穿短褲啦，你看你嗰個國軍人，你扮演嘅，話通，我都知啦。安尼氣氛，哪都看得到。提供人可以嚟觀察嘅係成立3月初8，是否查台北號對基隆在整邊21時嘅前沿鋪吹入台北嘅台鐵運轉署陳建通先生，咪係軍粹歸路嘅搜查嘅目擊者。光輝照。3個8個，這個真糟踐哦！就個個咯，向這個大死8人歸到台灣百姓，將無辜清責啦，看到伊目屎流。我唔係爭出社會嘅社妹嘅，我哋委屈有幾多人講，
不过通个亲身见证的故事过后，俺定用的要记准。各位观众，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228八堵事件发生的一个缘由。当然，这个事件里头提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想在接下来节目我们就邀请几位当时228八堵事件受难者的遗族来到了现场。我先为各位一一介绍。在我右手边的第一位其实是张水莲先生受难的家属的这个就是林张墨仔女士。对，是。第二位是李文清先生，其实是当时八堵车站站长李丹修先生的长子，对，他的旁边是李先生的夫人，是林阿姨林女士，对，在过去这一位是我们研究者陈君凯教授，刚刚影片里面有提到的台铁其实早期有很多是客籍的人，刚好您的父亲张水莲先生也是一个客家人。所以说聊一下，就是林女士你自己印象中这个父亲，你记忆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客家人？这样。他人是很好，他是苗栗县谭文府的人，造桥乡谭文府的人。殉职大概1个礼拜后，我家乡舅舅大伯他就带我们回谭文住了。你係講要講客家嘛？一系列，一系列哦。对啊。伊讲回到苗栗谭文那边，他都住客家人啦。谭文那边海线是客家人少，是我们在求学的时候，就是我母亲就说，生意人不是乱讲，还没有解严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讲。那时候念书啦，出来的时候都不敢讲。对，生意人莫白讲法，莫乱讲法。这句话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好像也经常听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讲。就阿婆婆讲，生意莫白讲法，就是一种你乱讲话就会出事情这样。是啊。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陈教授，当时的这一个军方在八堵事件开枪，现场执行枪决，杀死了4、5个人、5、6个人，然后又带走了11个人。那当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优势武力，在就是车站里头执行枪决或逮捕，这种状态，反映了当时就是国军来台之后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现象？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讲应该要去理解，就所谓的国军，其实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的那个军纪一直都不太好。然后他们我们讲的国军是指从大陆来中华民国的国军，那所以228事件来台湾的时候，那后来当然来镇压的就是21师，等于到了台湾来镇压。那当然同一个时间点，就是说在八堵事件相关的部队，应该主要是跟基隆要塞有关。不管怎么样，就是在火车站前面无差别的直接就是开枪杀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带走，这个无辜平民百姓或者是公务人员的这种现象。所以来到台湾的这个军系派系跟不同的派系的这个军人之间有什么差别吗？当然有，就是说在台湾的部队，那像21师，那很明显就是四川的部队，川军。对，那川军其实纪律一向非常差，这个是有目共睹的。那其实21师来之前的，那像那个。70军或者是62军的部队背雨伞，那这个现象，其实连白崇禧他们这个贵系的人，他都觉得川军为什么会自己带着雨伞就白崇禧自己都曾经有这样的疑惑。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描述？就是说，当时来到台湾的很大的一部分的军系，因为他的纪律状态非常不好，所以任何一个地方性的冲突。他们惯常的处理方式就是开枪执行死决，那这会不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造成了228就是这么多人被杀害的一个原因？好，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李先生，因为刚刚在影片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李先生有谈到，就是说你说以前那个国军其实比
刚刚演的那个国军还要更加的残暴，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不止有的呢是干那在铁路员工，对这个咱台湾人的百姓有的呢也是足凶安尼是。询问一下那个就是林女士哈，还记得当时父亲去世的一些记忆吗？事情发生的时候大概是9点10点左右。我父亲说：“你今天不要去上学，外面枪声蹦蹦叫啊！我去点呼就回来这样子。”结果看到跟我父亲同伴在工作。那个比较年轻的，他们是一对这个货物司嘛。结果我有看到他在第1月台的那个比较北边那边被枪打死，就倒在那。我那时候我也是觉得说不妙了，因为他这跟我父亲是一对手的。大概到傍晚的时候，那已经比较平静了。那说我父亲已经被刺刀刺死了，这第2月台，背部是13刀。我父亲很胖，他就是好像小孩的嘴巴一样，一直在脑这边后脑这边有3，用刺刀，他是用刺刀，这样，所以回来的时候，他的手指头里面都是煤渣，很痛苦，因为他很胖，他要不能呼吸的时候，大概要很久挣扎很久这样。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李先生，就是说后来爸爸被抓走，就是李丹修站长被抓走之后，知道任何讯息吗？或资料是爸爸是为什么被处死的，犯了什么罪？根本都无罪。200事件的时啊。这个8道站的员工，大家要去照常要去上班。在国军摕来要来抓入来的时啊，还阁有70-80人。阮有哪加上有哪甲铁路局互咱哪去找救，互咱哪救济，无一个要插。完全没有任何就是补助啊，救济都没有，拢完全互咱啊无对这个员工拢完全无救济。我想请教一个陈教授一个问题，就是那台铁应该也算是一个国家公务单位，那假设这个国军也是国家的单位，那为什么会有2个国家单位在彼此残杀对方？是同样是国家的公务单位，结果军队是最大的，而尽忠职守的人反而被国家的暴力所侵害。台铁有它一些非常好的传统，所以他们这些人是非常尽忠职守的，在他的岗位上做好他的这一个工作。就像李文七先生说的，就那一天之后，就是父亲一直还没有下班，还在上班。在一个这么公众运输的环境下，发生了一个集体暴力的这个残杀跟逮捕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会产生什么？我想下一段我们继续来看一段 VCR， 继续来了解228八堵事件带给我们大家的影响。那我父亲是，他走的时候才41岁。那时候我们叫阿爸，那时候伊拢甲我举在胸口，我迄阵啊，人就足疼。联络的按图摆，总算看到学习孙咱家属临终捌子阿姨，不过伫个笑容当中，才看得到一丝的笑意。我大姐17岁就结婚了，为我们姐妹的牺牲在所不惜。
真的讲不下去了，真的很苦难说出来。不再这样了，对不起。阿姨讲，韩世家下喺度台铁宿舍，同站长李旦秀嘅拉爷李文琴、副站长苏水木嘅拉爷苏丰富都教强下，年二八发生改变，青米都本人逐出宿舍，同样嘅情形未发生铁苏难者苏水木嘅无卡人成功。迄阵我差不多10几个、16岁、17个，伊讲这宿舍是副站长的宿舍，啊，恁老爸落去落啊无地啊，你来搬出来。苏丰富讲嘅外头长弟李文琴系其同暖暖国小家下嘅同班同学，今年63年长13岁，正因为年28事件，不卡发生动态嘅事情。阮嘅姊妹，阮阿公嘅老厝吼，厝卖掉嘅，我厝内底就讲猪啊咯，什么拢家己搬去。老李文琴老先生嘅后位无穷样。这只时代还很有动作，唔惊时代改变嘅悟性。铁先生离开过后，已经开启几只家庭。本时代因拢叫较讲，伊个个性敢若真强哦，真担当哦。敢若讲因爸爸吼掠去的时哦，无生无死啊，逐项无啊，人啊拍死的劈着吼，劈着讲伊就头壳尾啊甲扭起来看死啊，毋是搁放倒转，安尼哦。伊讲起家娘，就讲到游来游去嘅苏阿姨，全系对家娘苏泡面坚强悟性嘅记忆。面对8度事件案到3枪枪嘅苏难家属，采访请无简单嘅难题。伫临终麦子阿姨苏芳一种228纪念碑嘅家属合照后，我发现到苏难者王贵良家来嘅王杰宝先生。这是发生了，拢无看到人，无看到人咩啦？阿公甲老母就经4月去找，一直去问，讲这人位在迄个。医院打拢散不出，等个老母一日干以泪洗面，咱小孩遐尼迄个，咱嘛无能为力，别讲啊那样。王太国家爸王贵良系8度火车头嘅调查员，今日唔是上班，又就去出任务，冇想到本人带走，背面生无小无息。遇到真相，王杰宝先向户政事务所来查资料。阮老爸那会写民国30几年。那会写行踪不明，第2摆佫毋知经过偌久中间，过讨资料，佫有新的记载，3月几号因内即死亡，毋对咧，哪有这样代志？后尾啊，一家人去查，去看到阮老爸，就这点就事实证明了，伊就是被国军拘留，这个证据。虽然各位国台部为到王太国爷爸嘅事情，都有爆出政府调改嘅记录，不过也大家都看现嘅真相，未揾唔准身边嘅亲人。阮老爸就早死啊，所以阮嘅生活拢依靠阮大爷嘛。阮大爷国民党嘅太需要，阮老母就每一天就听人讲家人嘅一个港口，河边啊拍死拢扑起来，拢去港口看，就拢去找无。是阮老母好，我嘛好啊。那是我心，我嘛也去健身呢。太哥朱春贤伫职权家下本人作证就无样无迹，无起诉书，无判决书。不过亲切的是，铁路局无问过办计法，咩无奈何承认，还较亲准亲人嘅身世。宪法强用变法安泰嘅，还有苏难者曾经去嘅拉爷陈铁雄。我老爸吼较诚久，我无啊，有话吼。无底讲，要甲三讲，什么话拢吞到巴肚底啊！伊转来了后，咱会牵阮大姊，一手牵我，一手牵阮大姊，差2个吼，去遐看看。张水莲本身没有生，我不是他亲生，可是比亲生的还疼这样。阮大爷这个我考虑初中，迄个生活甲这生活会无共款。唔相困啊！不过喺记到那3年嘅事件，并到夜下来讲，规则社会都听错我来同记到天数。唔过伫70年前，亚群富人家同社会嘅稍微霸定炮乱炸家属嘅牌面上，避免求生嘅处境，还有1000人都安强嘅心。各位观众，我们刚刚看到的其实是228八堵车站事件的另外几位的受难者家属的下一代，
所告诉我们的当时他们的父亲被杀害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我想接下来我就邀请2位新的来宾在我的右手边其实是副站长苏水木先生的儿子苏丰富先生，对，这边是王贵良先生的儿子，就是王杰波先生，对。先请教一下陈教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这是一群尽忠职守的人，是，被杀害的一个事件，这样，他们那样子的这个态度，会是他们受难的主要原因吗？没有错，而他们从日治时期以来就非常重视说，他们不能出任何的责任事故，那他们当然非常的要维持这一个体系的运作。这充满了这种矛盾跟这个历史的纠结在这里头。没错。刚刚在影片里头，我其实有看到这个苏先生在发生事故之前，你的记忆是什么？在台底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故就是爸爸的生日啊，但是爸爸被逮走以后，薪水就停掉了。你说那时候我哥哥15岁还是14，我13岁，下来还有9岁、8岁，还有用背的，你说就怎么样？就搬走了，搬回跟那个阿公骑在一起啊。那其实我也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王先生，就是后来的生活又是如何？我爸爸去世，我刚好7岁嘛，经过他4年，我那时候在读书，在上学，从来没有穿过一双鞋子去上课，一直到6年级，国小毕业。那我母亲，她早上大概是我还没有起床之后，她已经不见人影了，她去当小工。看到母亲这么辛苦，有时候人家去要那个临时工、小童工。不管什么，只要有钱，我今天去赚了5块4块，回来交给妈妈，辅助家庭的生活。对你们来说，会出现一个问题嘛，就是所有人都指着你们说，你是228的，你是228的，会不会有这种同学啊，或者是朋友啊，知道的时候，原来你父亲是228被带走的人。记得我母亲跟我们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对，千万不能讲，也不敢讲，也不敢讲。其他那个出社会其他人，这个还没在媒体披露出来，我们都不敢讲。我们是228事件的家属，我们都不敢讲，所以一直记得你囡仔人有耳无嘴，你一定要记。再请教一下王杰波先生，因为在影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您寻找父亲的这个事件还上了报纸，就是政府篡改了您父亲的一系列的资料。我父亲的确是在八堵车站上班时候被带走了。那我没有这资料怎么办呢？我也回到苗栗县后龙镇户政事务所，他们说那边我这边一点资料都没有。结果那个资料我是在马兰区那个户政所里面。你要找到这个资料出来，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简直说，我拜托，我跟你要求，我跪你跪下好不好？才不得不把这个户政那个户主两个里的资料，我在那个柜台，我说我不会跟你带走，我就站在你对面，就在那边找出我爸爸的被带走了，事实真相是被国军拘留，我找立法委员。果然，这个立法院执行之后，才内政部下令要去查这个资料，结果那个委员就在立法院就把这个事情全部披露出来。听了这个几位八堵228事件的这个受难者的遗族，我想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隐隐约约我们都感觉到，事件发生之后，这群人是非常生活困苦的，也非常很困难把日子过下去的。
们再看一段 VCR， 来更深入了解，就是八堵的228事件爆发之后，这些受难者的遗族是怎么样子把日子过下去的。1807年成立正月25，外头要开始扑的，也就是洋片开始加下集团洋商。八堵火车头受难家属带着外头族岛，要纪念受难英灵平清安息。228事件，咱八堵火车站13位员工被国军无情的陷害，希望这个事件，到今仔日为止，莫搁在台湾再搁发生。希望互咱俩，咱这个家属，这13个罹难者的家属，永远大家平安。228纪念碑。要喺受难家属嘅难过一段沉记忆嘅里程，代表记到总算咁太上讲出受难先人嘅故事咧。每年一摆就来遮集合，约为咧南中部来嘛，为5路来，所以拢约10点到遮等。咱即马人生，咱敢有通啊？搁这70年，70年咱都150岁啊呢，哪有可能？今仔这抓无来是，已经是差不多最后，互因咱发表咱的心声。较早咱做囡仔时，大家拢斗阵。去八堵228纪念碑，我知道也像是野草马拉松嘅终极站，唔系终点。李文庆阿伯19年前就开始联络受难家属，向政府来讨真相。其中，催通台北228基金会就让当地嘅家属团结起来嘅。你问你出来出上大，我唔知讲这个人爱学落去。一群从小伫无公无义嘅环境下大嘅228位处，讲到去八堵228纪念碑，大家还係激动到又氣又傷心。基礎是甲鐵路局講，鐵路局開2幾廿擺，伊唔是講遐尼，寫就要答應你啦。並嘅按多年，228基金會成立嘅，八堵228紀念碑要喺1994年起好。風雨當中，八堵228紀念碑還係幾多彩彩，像係對71年前嘅從事變現實，受難為處唔會驚，唔會怕嘅精神。面對無隨條改變嘅改變，撈尋真相同正義嘅力量，轉換到228紀念碑當中，也條家屬真唔是個爸定也痛快快嘅傷痛。各位觀眾，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在現在的八堵車站前面所立下的228事件的紀念碑。現場我們就是邀請到的來賓，也就是影片當中在八堵車站受難家屬的第二代。先請教一下李文清李先生，就是當時開始去推動228這個紀念碑運作的時候，您是怎麼樣子想到要做這件事情？八堵火車站是一個真前瞻的碑的案件，而且是一體堵塞，所以我認為講，八堵車站應該要有一個紀念碑。紀念碑，所以我對這八堵車站的紀念碑吼，我足拍拼。我的囝是說，我從來唔捌甲囝是說講我228的事件，但是因大家攏知影，但是我唔捌講。為什麼無愛講呢？因為我就認為講，這個是吼，阮現在吼的所有足可憐的事件，這個可憐的物件，咱了袂用個影響去互迄個囡仔去負擔。所以李先生就是都沒有跟，所以我都沒有講，都沒有跟下一代談。我冇可以參加。小孩子慢慢長大，遇到每年的228這段期間，我才會跟他講，我帶你們到紀念館去看你的阿公
但他们有读书嘛，他们就去看那个八堵车站那几个受难家属的情形，那他们自己看，那我就不再说了。那苏先生呢？你是怎么跟你的下一代谈到这件事？爸爸年轻的时候怎么辛苦，那我直接跟他们讲，都讲得很仔细，对不对？什么这都不谈了，受苦受难就这样。那李女士呢？小孩子都知道，我的小孩我都有讲，他们有空，他们自己会去看。我说你们去看，阿公的名字有写在上面，那个事迹是怎么来的，他们接受。我们在资料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带部队的人是背到这主持吼，那王小组，迄当时王小组，王立功，足可恶的。伊所有代志拢知影，尸体咧倒伊拢知影，但是伊也唔讲，伊拢甲遐背倒的人讲拢是伊的，他的功劳，拢伊的功劳啦，大家未死拢是伊的功劳。所以他把这些话讲出来，八堵的人不晓得东西南北，就说这个好人，不然都不晓得要死多少。这样听起来，其实就是各位都还是有在后面，在之后啦，过掉了时间过去之后，还是有去试着去寻找加害人是谁。在这样子的大的时代背景下，有人像是台铁的这一群员工一样，选择了尽忠职守。当然，同样的一个事件当中，也有不同的这个当事人，他可能选择了不一样的这个处理事件的方法，比如像王立固，他选择了不对家属告知他应该知道的家属的陈尸地点，他选择了用不一样的方式，就是这个成就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我想这件事情，究竟功过是非，谁对谁错，就交给观众来进行下一步的批判。这也是我们做这一段影像，尽可能呈现相关事实给各位观众的最重要的原因。谢谢各位。